受到這權勢迫害，咱是常常聽到，尤其是這權勢性騷擾。性別平等工作法的有明定講，若准上階段的負責人牽涉性騷擾，勞工挺好甲地方政府申訴。不過，因過佇咧無法無詳細說明負責人的定義，造成認定的問題。今仔日勞動部有針對着施行細節修正，明定現任董事，也是捌做過董事代表人的配偶、血親等6大類，若准牽涉着這性騷擾員工者，通依法上當罰100萬。自2013年以來的 MeToo 運動推動性平3法的修法通過，真濟案件攏牽涉工課場權勢性騷擾，也是性暴力。勞動部初八公布上新的統計，工課場性騷擾申訴的案件，2025年度地方主管機關有受理621件，其中若是上大的負責人，也是僱用人去互人申訴的是佔17.6%。勞動部嘛有就性別平等工作法施行細節，甲上大的負責人詳細的6種類型出來，包含現任、承認董事有持股20%的這個股東，然後這個經過工會或廠商指認，明確是實際負責人，或者是跟這個實際負責人代表人有親等配偶關係的，還有一些特殊重要職位的人，他可能是公司法上面沒有明確的職務名稱，但是他實際上比如說像總裁之類的人。為着避免權勢性騷擾佇咧事業單位內報正案，性別平等工作法有明定，若是上大負責人牽涉性騷擾，勞工通直接甲地方政府申訴。民團指出，經營者有防治性騷擾的義務，不過對外負責人和實際負責人無一定同一個，因過佇母法無定清楚，因也肯定這屆針對母法去補充定義，讓地方主管機關通有較明確的根據。台灣中小企業比較多，事實上佔了大多數，然後裡面有所謂的家族。這樣的企業最高負責人可能只是單一，但具有權勢的人不是只有一個，很多可能就是自行創業的，沒有得到應有的法規的職能。說真的，這一塊是我們蠻擔心的。勞動部表示，修正以後的性別平等工作法施行細節，自初10開始有效。上大負責人包括甲職務相當的人牽涉性騷擾員工，通罰1萬至100萬。事業單位若有知影相關案件，就須糾正、甲提供資訊和醫療資源等等，建立安全的工作環境。記者盧尚如、曾俊佑台北報道。